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又翻嚟何媽講經啦。我係何媽，上一集就講咗好多獨生子女嘅相處方法啦，九誡。如果大家仲未聽嘅，都可以去聽翻嘅。但係如果大家聽咗嘅話，又唔知你哋有冇多咗留意自己同仔女嘅相處同埋關係呢？哪怕只有一點點嘅覺悟啊，都會一點一滴咁樣發揮作用噶。千祈唔好睇小自己每一個改變啊！何媽而家有一個座右銘嘅，就係每一步都唔會白費。尤其是喺我跑緊步嘅時候啊，每跑多一步其實都好辛苦噶嘛，但係我就會提自己，鼓勵自己，每一步都係 count 嘅，要相信自己每一分嘅努力都會計數。何媽喺呢度都會繼續為大家打打氣。有時學嘢呢，就真係唔係以多去取勝嘅，都要睇下自己學到幾多啦，同埋真正做到出嚟有幾多呢。所以哪怕上一集嘅九大戒條裏面，大家只係記得一條，只係改善到一樣，起碼都有幫助啊。咁樣我做嘅節目就已經好有意義噶啦。嚟到第三課嘅教養的秘密啊，咁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？上一集就講咗獨生仔女啊，今集呢就係針對多於一個小朋友嘅家庭啊，啲人成日都話一件烏兩件穢。即係都係咁樣湊嘅啫，其實咧點會一樣啊？我覺得一個同有兩個或以上真係爭好遠好遠啊！兩個或以上嘅話咧，嗰個頭痛指數係成10倍咁多啊！對於兄弟姊妹之間成日都出現矛盾同埋衝突，家長又應該注意啲乜嘢呢？有啲乜嘢嘅小貼士，又或者係秘密可以俾大家去參考下，減低大家嘅頭痛指數呢？我哋即刻去學下嘢，事不宜遲，教養的秘密第三課啊！第一個小貼士啊，請爸爸媽媽唔好完全禁止衝突，要公平處理喎。當啲小朋友咧發生衝突嘅時候啊，打交、鬧交、爭嘢等等等等啦，好多時爸爸媽媽都不其然咁樣即刻馬上立刻去介入啊。當然啦，可能係因為其中一方嚟舉報啦、投訴啦，又或者係嘈到令人覺得好煩、好燥、好猛啊，所以會即刻出手或者出口，馬上平定呢件事。但係咧，作者喺呢度就建議我哋停一停，望一望，再諗一諗先啦，多啲觀察佢哋之間嘅互動。佢哋其實係咪都已經解決當中啊？又或者留意下佢哋係點樣去處理同類型嘅事件嘅呢？如果你發現10次裏面有8次都係大樣細嘅，呢個時候我哋都好應該趁機會教育一下細佬妹啊！可以同佢講啦，媽媽留意到你哥哥好多次都有讓你嘅咯，好似上次咁啦，又或者再上次blah blah blah啦，用一啲實例去勾起佢哋之間嘅回憶啊。如果你唔用實例嘅話呢，其實咁空泛小朋友係完全唔會記得噶，佢唔會覺得哥哥姐姐有讓過佢哋噶。但係如果細佬妹太過分嘅話呢，其實都好應該要懲罰一下，以示公正嘅。咁樣做都可以令大嗰個覺得心裏面舒服好多啊！留意翻何媽喺度講嘅係懲罰，唔係打，唔係鬧。咁至於懲罰啲乜嘢呢？爸爸媽媽你就因應你自己小朋友嘅個性而定啦。何媽就覺得好多教養嘅原則呢，對於教一個或者教多個嘅小朋友都係可以互通嘅。上一集都有講到，我哋應該多啲豎起隻耳仔，合埋個嘴仔，先做好一個聆聽者嘅角色，然之後再去溝通，咁就更有效啦。而今集呢，就多咗一樣嘢，爸爸媽媽再擘大隻眼仔，先觀察，然後再去處理。放心啦，唔使心急嘅，一定有方法解決。
第二個小貼士啊，請爸爸媽媽咧留俾每一個小朋友都有獨處嘅機會。呢樣我覺得可能好多家長都會忽略嘅，因為親子時間咁寶貴，爭分奪秒啦，梗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啦，仲同你 one on one 啊！但係真心嘅，有冇諗過，其實小朋友都會想獨佔下爸爸媽媽呢？尤其是阿哥家姐啊，基本上佢哋係獨佔慣。細佬妹嘅出生，某程度上係剝奪咗佢哋獨佔父母嘅機會，都仲未計新生嘅時候得到嘅關注更多，剝奪嘅時間更多。如果父母處理得唔夠妥當嘅話呢，分分鐘佢哋係會將怨氣放落去細佬妹嗰度嘅，趁你睇唔到嘅時候去督佢兩下，打佢兩下，搣佢兩下，夠慘啦。所以呢，適時地同佢哋獨處下，傾下有養分嘅偈，多啲了解下佢哋嘅內心世界，又或者一個單純嘅擁抱都 OK 噶。100% 嘅專注對於小朋友嚟講真係好重要，好重要，好重要啊！重要嘅事講3次啊！佢怨氣妒忌少咗，其實都可以促進到佢哋兄弟姊妹之間個感情噶。唔信你試下。第3條啊，減少無意間嘅比較啊！又係嗰句啦，冇比較就冇傷害啦，做咩要比較啊？個個小朋友都有各自嘅優點同缺點噶啦，先天氣質都唔同，就算你基因一樣又點啫？根本就唔應該攞出嚟比較啊！但係咧，何媽就好常聽到咧，我哋華人家庭嘅長輩啊，出口成文咁樣批評噶。唉，如果佢有阿哥一半咁叻就好咯，如果你有家姐一半咁乖就好咯。每當我聽到呢啲批評啊，我都會覺得個心裏面好唔舒服噶，更何況係被人批評嗰個呢？成日都話講者冇心，聽者有意，雖說話冇心啫，但係我覺得既然都已為人父母咯，我哋就好應該不斷咁樣學習，不斷咁樣去進步啦。至少就學習唔好去出口傷害我哋嘅心肝寶貝豬先啦。想小朋友可以慎言慎行，會唔會身教先最有效果呢？送俾大家第4個小貼士啊，調配時間去關注小朋友嘅學習態度。當你有1個以上嘅仔女，父母關注小朋友嘅學業時間一定會變少，又或者被瓜分噶啦。所以做父母嘅大家都要變成時間管理大師啊，要好好咁決定緩急輕重啊，要識得主動去分配俾每一個小寶貝嘅時間之餘，又要好彈性咁樣去根據迫切性去調動，又唔可以厚此薄彼。何媽表示難度分係10分啊，你得到我100% 嘅敬重啊。雖然作者喺呢度講嘅只係時間嘅分配啦，但何媽就認為喺資源分配都可以應用喺呢個 point 上面嘅。但係所謂資源嘅分配，又唔係指上英文班就一齊去上啦，上中文班就一齊去上啦，呢個意思。我哋都應該要根據翻小朋友本身嘅強弱啦、個人性格特質啦、喜好等等，去衡量俾咩資源佢哋先為最妥當嘅。嚟到最後一個小貼士啦，手足年齡差距大嘅話，千祈唔好俾最細嗰個恃寵生驕。喺我哋華人嘅家庭裏面啊，手足如果年齡相距大嘅話，由於爸爸媽媽都可能好忙嘅關係啦，都會不停訓練大嗰個去幫手照顧細嗰個嘅。咁我都好明白同好理解嘅，但係唔好唔記得，其實大嗰個佢做咗好多年嘅獨生仔女噶，佢都會有一啲獨生仔女嘅性格特質噶，佢慣咗俾人哋專注力放喺佢身上噶，尤其是因為佢哋年紀開始長大，心智都開始成熟，其實佢哋更加在意爸爸媽媽有冇關心佢哋嘅生活，有冇關心佢哋嘅心理狀態呢？但係
我又好知道細嗰個啱啱出世，好需要人照顧噶嘛。我哋又會好唔小心咁樣將專注力改放咗喺細嗰個度，咁阿大又會唔會心理不平衡啊？而另外屋企除咗父母，再加埋呢個小大人喺屋企照顧，又會唔會令到細嗰個過分依賴，冇咗解決問題嘅能力噶？最後呢，何媽希望提一提大家，無論佢哋差距有幾多歲都好啦，記住佢哋都係大家嘅心肝寶貝豬嚟噶。凡事盡量公平咁樣對待啦，對所有人都係好事，包括你哋啊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何媽希望無論聽緊嘅大家有幾多個小朋友都好啦，你哋聽完都會有所啟發同埋有所行動。下一集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教養的秘密。如果聽到嚟呢度嘅你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幫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。而如果會聽 Spotify 嘅朋友，其實我都會同步更新，你哋都可以去 Spotify 揾到我噶。下個星期一繼續同大家何媽講經，拜拜。